所敬听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用真欢喜、感恩的心，伫9月份第1主日来到主的面前，恬静来敬拜伊，也搁要领受圣餐，互咱重新得到快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疼痛甲恩典。你知阮伫世间有侪侪劳碌甲着磨，你爱阮伫主所定的日子是主日，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，要成做阮的安慰、帮赞，做阮随时的快乐。主，愿你的圣神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看主的话，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欢喜安尼去行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第3礼拜前，这篇的讲道讲无完，是因为咱台人真无用，炸手机遮亮遐亮遐亮，求上帝互咱真正学习，伫伊内底会当得到安息的心。伫列王记上卷17章甲19章，记载一段以利亚的故事。以利亚先知，互上帝差遣到伫迦密山的所在，甲450个巴力的先知伫遐斗战。巴力就是迦南人所拜的神，总是以利亚一个人挡450个。伊就是挖过耶和华上帝的快乐，来杀赢450个巴力的先知。无拍算，当时的王后亚西别听见这个代志，真生气，就下令要追杀以利亚先知。这个以利亚走到一个所在，心智亚善。累至失望，总是上帝差派使者，互伊有水啉，互伊物件食，互伊会当2摆伫遐领受上帝手赐的水甲食物，会当行40日的时间，到伫西奈山的所在。伊秘伫一个洞口内面，真惊王后亚西别来甲伊掠去。上帝伫遐叫以利亚讲：“你起来山洞的门口，伫遐有山崩地裂，伫遐有地动，有风有火伫迄个所在经过。总是耶和华上帝讲，我拢无伫遐。最后用真温柔、真细声甲以利亚讲，以利亚伫遐甲上帝讲。即摆看我剩一个人尔，伊即个中间剩我一个，我真孤单。上帝啊，你已经袂记得我，把我放杀啦。上帝伫遐甲以利亚讲，我无放杀你，我阁为着伫伊即个中间有准备7000个毋捌跪拜迦南人巴力的神，是忠心敬拜上帝。这就是伫列王记上卷17章甲19章记载一段以利亚先知的故事。这咱要来想，为怎样这个以利亚的身躯心灵伫遐亚善？为什么伊会亚善？无偌久之前，伊挖过耶和华上帝会当杀赢450个先知，为怎样亚西别要追杀的时阵，伊遮尔惊、遮尔失志、遮尔无愿望？就是伊已经将家己看了真大，甲上帝看了真小。伊袂记得上帝伫过去甲伊同在，即马也要甲伊相甲彼得。忽然间，这个以利亚亲像一粒气球共款，忽然间消风去。伊伫遐咧怨叹，伊看袂到上帝。过去伊一心服侍，太多伊拄到遮尔济攻击，互伊心累志。
但是姊妹有时咱也共款，伫教会服侍中间，咱一心服侍主，但是咱有时阵看无到迄个效果，意思咱有缘真累积，咱袂记得，这是上帝工作。最近我看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牧师你唔免流目屎》，牧师服侍不用流眼泪。这是一个黑人的牧师所写。有时阵咱伫服侍中间，常常看做这个服侍是我的工作，成功失败，咱看到真严重。所以咱唔通袂记着，所有教会甲上帝事工，拢是上帝的，唔是咱的。第二项，咱伫这个所在看到以利亚伫迄个所在真孤单的中间，伊听到一句话，听到上帝的声，微微啊声来讲：以利亚，你唔免灰心失志。上帝用微微的声甲以利亚讲话，互我想到咱伫做礼拜的时阵。伫咱普通时遮尔无闲、遮尔车花、遮尔落落的中间，咱真少有安静的心来听见上帝迄个微微啊声咧甲咱讲话。上帝听你，上帝无要互你孤单，伊要帮衬你，还阁留落真侪同工要甲你做伙来服侍主。所以，伫遮咱要对遮来想。为什么安静来听上帝微微的声这么重要？安息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中间的一个特殊，中间的一个。伫创世纪第一章的中间，上帝原起头创造天甲地，天地空气混沌，上帝灵运行伫水面，讲有光就光，光甲暗分开。暗时过去，日时过来。伫咱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毋知有注意无？为什么圣经要描写暗时过去，日时过来？咱华人的想法，拢是早起了后才暗时。就知犹太人的算法甲咱无共款。犹太人的算法，一天的开始就对暗时开始，通过休困，咱才有重新一天的开展。咱华人是对暗时休困早起才算一天。伫这个所在，为什么有暗时？这个暗时就是上帝伫遐咧做恢复、咧做修补的一个工作。伫暗时的中间，互人休困、安息，上帝伫遐做工，互咱恢复体力。一天着磨，暗时休困，重新互咱恢复迄个气力。新的一日，才有能力。继续来做工。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3节，讲天地万物拢已经做好，上帝完成伊创造工作就休困。那呢，上帝祝福第7天，也圣化迄一天做特别的日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咱来教会做礼拜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是上帝为着你我所定定的日子。这一日，甲过去的6日无共款。6日是要爱咱工作着磨，为着拼经济，总是第7日。这天是特别的日，休困来到上帝面前，听伊的声，听上帝话，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甲帮助。这一日真要紧。即次咱若袂晓珍惜、安息来亲近上帝。咱就会过头的无用，咱知影无用这句话，就是人的心已经死。意思人伫无用的中间过头的透支，会耗尽 burn out， 就是伤过头的付出了后，无够遐的气力，人伫遐过劳死。上帝爱咱长岁寿，你爱长岁寿无？上帝咱每一个伊所听的囝儿，拢是长岁寿，所以咱会当守主日休困，6日工作，这是上帝所听到的。若是台湾人，全世界拢共款，无论伫中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欧洲，
礼拜日一定休困，就是会当互咱伫灵的内底，通来亲近上帝。无一个国家例外。今咱所读的圣经，伫以赛亚书记载，讲到一个真重要安息的信息。以赛亚先知头一个讲，咱得救是在地归回安息。以赛亚先知伫这个所在勉励以色列百姓，人要得到上帝救恩，上重要就是当恢复耶路撒冷的敬拜。上帝互人伫安息中间，会当伫遐体会上帝同在，通过上帝同在，互人伫遐得到快乐。人若无伫主的内面，人就毋知影什么是得救真正意义。顶礼拜咱遮一只洗礼，通过洗礼，互人进入伫教会中间来学习敬拜，互咱体会上帝听咱，上帝帮助咱，上帝要祝福咱。所以咱的灵命若袂晓亲近上帝，都毋知影上帝旨意到底是甚么。人若袂晓亲近上帝的时阵，咱就毋知影上帝造你有一个目的，上帝造我有一个计划。迄个计划就是要互咱活伫世间来完成上帝的心意。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1节，有一天耶稣来拜访马大甲玛利亚的厝。这个马大哇，真欢喜，真无闲，哇，就去灶骹炊粿串冰这个切仔面拢做出来。总是，这耶稣讲马大，你为着真侪代志咧无闲，总是袂通欠愧只有一项，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，无人会当对伊的手里摕走。而且主耶稣无讲做工课无好，但是会当把握一个足重要的，就是来亲近主耶稣。玛利亚会当选择来亲近耶稣，来听耶稣来讲话。换句来讲，人袂当安息，就无法度享受亲近上帝。人袂当安息，咱的心灵就袂当伫遐得到平静的稳定。这是上帝造你造我的时阵，一个真特别的心意放伫咱的中间。有一个伫山顶测茶的先生，有一天伊举一支真新真来的宝头去山顶测茶，哇！拄啊测的时阵，真紧真省力，真紧半工就完成工作。总是这支宝头已经测1个月啊，愈测愈无快乐，收成愈歹，到尾啊，迄个连茶要剁咧都剁袂断。边仔人甲伊讲：阿伯啊，你著好啊，休困，宝头小磨下一个啦，安尼才来。这阿伯啊讲：我著足无用啊，哪有时间磨宝头咧？已经足无用啊，无时间通好磨宝头。这敢毋是咱嘛？咱为着真侪代志咧无用，加尽咱的脑汁。其实咱已经顿去啊，咱需要休困，将咱的宝头小磨下一个，互咱的宝头搁较来，会当做搁较水的工作。咱看日子内底每6天都有1天休困，全世界拢共款，6天有1天红日，就是爱休困。这天就是礼拜日，爱咱敬拜上帝，爱咱分别做圣。咱听上帝的声，听圣神的声，才咱会当伫迄个中间，互咱得到快乐，互咱做代志加倍有果效。请问咱是爱事半功倍，还是事倍功半？事倍功半。我想咱拢爱事半功倍啊。讲咱要用较一力，但是迄个效果真大，叫做事半功倍。这将得到快乐，在地平静安稳、平静安稳。有一个咧驶船诶，即个驶船诶，即个大副啊，
等于每一摆拄着风台大涌的时阵，伊拢马上爱将船驶到伫港口的所在伫遐休困。伫安静休困的中间，互风台过去，互迄个大涌过去了后，伊才开始工作。所以伫大风涌、风台中间，船继续行，有可能迄个船会趴落去。所以知影每一摆若拄着风台有大涌的时阵，爱停到伫港口伫遐休困，伫遐平静安稳，等待风台过去才继续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25节到26节记载一段故事，就是保罗甲西拉为着传福音的缘故，互人掠到伫加罗的所在。伫遐伊毋是怨叹，伫遐毋是埋怨，伊伫遐到伫半暝，搁伫遐吟诗学乐敬拜上帝，互伊的心得到平静。忽然伫迄个中间发生一个代志，迄个代志就是地动，连迄个加罗内底的手铐、骹铐，犯人的手铐、骹铐拢断去。愈伫困难，愈伫迫害的内底，人愈需要安静来亲近上帝。这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：咱要得到快乐，是在伫平静安稳的心。我毋知咱有考试的经验无？当咱若要考试的时阵，足紧张的，总是我拢共教一个撇步，就是考试单本来的时阵，你安静祈祷1分钟了，你开始写。我甲试验过，这个效果真好。以后你若要考试的时阵，要考驾照，要考执照，考试单摕来的时阵，你一个安静1分钟了。你开始伫遐祈祷，然后开始写考试卷，迄个效果真好。因为安那得到快乐，在伫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。宗教改革者、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又讲过一句话，伊讲：我真无闲，所以我必须要逐工有2点钟祈祷。到有平静安稳的心，才会当体会上帝所授予的智慧甲快乐。咱知影马丁路德伫主后1517年来做宗教改革，来反对基督反对天主教，用95条的条文来打伫维登堡，就是今仔日这个德国的一个教堂的门口，来恢复真正信仰到底是甚么。所以马丁路德伊就是常常伫祈祷亲近上帝，上帝互伊教育的智慧甲快乐，会当伫历史上做一项真伟大的代志，就是宗教改革。后来才有今仔日咱的新教，因为伊常常祈祷亲近上帝。所以咱看耶稣伫无闲了后，伊也常常到伫旷野所在去安静祈祷来亲近上帝。虽然诚做基督徒伫咱真无闲的中间，望咱有一段时间会当安静来到上帝面前。每一天、每一个礼拜，甚至伫一年的中间，咱互咱家己有机会伫安静一天的时间，到伫一个安静的所在，伫遐读圣经。亲近上帝，和上帝来甲咱讲话。实际上，咱要想安息的意义是甚么？就是头一个休困。咱知影若唱歌，咱咧吟诗唱歌，拢有一个休止符，就是互咱一个休困，喘一个气，然后才继续开始。伫英文内底有一句话叫做 recreation， 这是英文内底的一句这个英文内底常常这个 re 就是再一次 again 的意思。讲 recreation 就是搁再创造 ，creation 就是上帝创造。所以当咱会当休困，就是要上帝互咱一个快乐重新来创造的时阵。所以最近咱台湾真流行休困、郊游、度假这个旅游。每一间公司拢有互伊员工一年内底有几十天的时间会当伫遐休困。
伫休困的内底，互咱才会当 recreation， 才会当有新的创造、新的开展。伫休困内底会当得到开展。佫一句英文叫做 renew， 就是会当更新伫野性的内底，互咱佫一摆有新的开展来开始工作。佫一句英文，佫一句叫做 refresh， 这句话就是重新得力，就是伫咱需要休困了后，咱才会当佫一摆得到开展来继续咱的工作。继续向前来行，咱若无休困，一直做，身躯会拍损，抑佫袂当得到好的效果。咱的身躯的休困若无够，咱的休息若无够，所以咱的工作就无开展。咱的灵魂若是安静无够。咱的灵魂的安静无够，所以呢，咱的服侍就无效果。伫非洲的所在，有一群的白人要到伫非洲这个深山的所在去探险，也因为安尼，这群白人就请4、5个黑人来甲因派物件，派食的物件，派因要休困的物件。因为迄个行程有一个时间，所以因需要赶紧赶路，已经赶6天的时间。到第7天，遐个黑人拢无要振动，坐咧无要振动。迄白人就问这黑人讲：啊，恁哪会无要搁振动，要搁行？因讲：咱赶上紧的路已经赶6天啊！阮的灵魂拢落伫后壁，赶袂到，所以就爱休困一下。等我的灵魂赶到的时阵，咱才会当继续搁行，啊无阮无法度行。这段故事真有意思。咱伫服侍工作无用的中间，咱需要咱的灵魂体。拢会当到遐安静，有开展，才会当继续向前行。第2项，伫安息意义内底，就是安静亲近上帝。毋是干咱去休困度假安尼啦定。这个第2个真要紧，就是会当亲近上帝。咱到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，恁着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恁。互咱伫安静的时间来亲近上帝，读圣经祈祷，需要上帝灵的感动，伊的启示伫咱的中间，互咱会当做主所欢喜的代志。第3项就是安息。上帝通过以赛亚，带以赛亚进入伫迄个老尼甲密的迦南地。今日有一天，咱嘛要离开这个世间，进入伫上帝为咱备办迄个更较水属灵的家乡。主要所为着咱所准备的迄个水的所在，有一天咱拢会离开这个世间，到伫上帝为着咱备办的所在。所以安息是基督徒最后的期待。所以一个人基督徒过身了，咱拢讲，伊是安息自怀，伊是安息伫主的内底。伊的灵魂倒转到伫上帝所在，伫遐永远得到休困。第3部分，咱要来思考，为什么咱的心袂当安息呢？为什么咱的心肝有真济无法度得到安息？大概有几项，头一项就是咱无安全感，咱会真惊吓，咱伫孤单内底。也是咱做毋到代志，真惊处罚，所以咱就安那，咱伫遐无安全感，致使咱的心会不安。第2项就是受冤枉，心内不平，无影的代志，互人冤枉，所以咱的心肝有真侪的艰苦不平。单话一句话叫做“A狗的第4囝”，有话。有心声讲袂出来，迄种的痛苦。第3项就是嫉妒，
看别人比咱较好，别人拢是好，咱拢是歹。人哪会驶迄落车，咱哪会驶即落车？所以伫迄个极度计较内底，咱就有缘无平安。第四项就是怨恨，咱的心内充满怨叹、怨恨，对人的中间受伤害，致使带来一种的怨恨，致使咱困袂去，无法度安静，无法度休困。佫一种就是压力，伫咱的过头的压力内底，也共款，互咱的心袂当平安。第六项就是咱失去咱所亲爱的人，失去放弃咱的钱，咱的卡米拉拢放伫客人车顶头，要来的时阵放伫遐。虽然来做礼拜，咱的心都袂平静，放弃。第七项就是灾难，发生伫灾难的中间。日本的3.11的这个灾难，将咱所有的钱、人、土地给摕走。第八项就是关系破裂，大家心无袂好势，先生太太关系冤家袂好势，致使呢，迄个关系袂好的中间，迄个关系破裂的内底，致使咱的心内袂当得到平静甲安稳。所以咱要咱当得到安息呢，主耶稣互咱这段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，用信心来亲近咱的主耶稣。主耶稣知影咱伫生活内底有真侪痛苦、烦恼、操烦、压力、紧张，主耶稣拢知影，因为伊伫世间的中间嘛捌经验这个，所以伊就讲：今仔劳苦背重担的，通来到我遮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主耶稣知影咱伫世间有真侪劳苦，真侪重担，真侪操烦，真侪快乐。所以邀请咱来到伊的面前，伊邀请咱来到伊施恩宝座的面前，要互咱领受伊安息的心。主要说讲，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咱知影，耶稣的老爸约瑟是一个做木匠的人。伫农业的时代，伫以色列农业的时代，迄个交通的工具就是牛车。迄个牛的车，要有一个动力，就是迄个担放伫牛的颔棍顶头。但是做担的人若做了无好，迄个角度调了无好，牛咧拖车的过程内底，伊颔棍就受伤、扭皮、流血。但是做担的人会当甲调整甲真好势，在拖车的过程内底，搁较重的车，伊看伫颔棍内底就感觉真轻松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担要来表达的，就是讲，咱伫世间拢有担，甲咱担伫这个颔棍，担伫这个肩胛头的顶头，总是耶稣所做的担是安那，完全适合咱每一个人。意思是讲，伊互咱伫生命中间，活伫这个世间的苦恼、重担、操烦，咱的工作、咱的生活、咱的婚姻。拢是拄啊好，适合咱大家。耶稣互咱一个拄啊好的重担，袂过头伫互咱。所以咱要安那？所以咱就爱甲这个每一届伫咱祈祷、灵修的中间，甲这个交互主；每一届伫咱敬拜、要领受圣餐的中间，甲咱的重担交互主。因为伊知影咱所拄着的困难。有一届伫即个阿伯啊，即个修行册啊修行了后，迄个时阵还无牛车通我载，伊就用笨担咧，要到伫迄个仓库的所在。迄个时阵带一台卡车经过，看即个阿伯啊，遮尔老，遮尔辛苦，佮用笨担来担即个册啊，真好意讲阿伯啊，你来起来我的车内底坐啊，我甲你载到你要去的所在。阿伯也讲啊，歹势，阁有你载，无要紧，伊就起来，即个拖拉机顶头坐。坐车的时阵呢，伊的即个肩胛头阁碰到迄个册啊，
哇，开车开到一段路的时阵，这拖拉机的司机回头看讲，诶，啊，这个阿伯啊，坐起来我的车，啊，这个车啊，搁甲单调咧。司机就讲阿伯啊，你坐在我的车的顶头，你的担会当甲放落来，拢无影响我开车。你会当甲担放落来，你就会当轻轻松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坐伫耶稣基督这台福音车顶头。耶稣是咱人生的司机，咧甲咱开车。咱已经坐伫福音车的顶面，所以咱会当将咱的重担放落来。主要互咱享受伊的安息。要咱会当，互咱的重担会当得到安息。第二个就是和解。拄则我有讲，大家新妇袂好势，先生太太婚姻袂好势，一定爱伫和解的中间，互咱的关系重新得到恢复。伫圣经内底，咱看见雅各抢夺伊的老爸以撒的祝福了后，伊的大兄以扫要甲伊追杀。这个雅各心内真惊吓，到伫阿舅拉班的所在，经过21年娶某生囝，但是伊的心内一直有一个重担，伊的大兄要甲伊杀。最后伊用一个决定，伊下一个决定，讲我一定要转来甲我的大兄和解。所以伊就准备好势，伊的某囝，伊所有这精神，带咧要倒转到伫伊的故乡的所在。甲伊的大兄以扫来和解。圣经创世纪描写，当雅各甲伊的大兄以扫看到的时阵，两个人相认，甲过去迄个怨恨、过去迄个关系破裂，伫遐过一摆得到和解。亲爱的姊妹，伫你我正做基督徒的生命内底，有时阵咱甲人的关系破裂，咱甲上帝关系破裂。包括咱伫家庭的中间、夫妻关系，为某项代志，咱的关系破裂，咱要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一定爱和解。爱和解，就是过一摆伫真多和解内底，互咱的关系会当伫遐得到恢复。若无，咱永远咧歹重担；若无，永远咱袂当伫主的内底得到安息。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，天后妖化的人要重新得到快乐，要亲像鹰鸟体势飞悬，行袂先，走袂赢。愿上帝互咱真正伫伊的恩典内底享受安息的心、和平的心，互人甲人会当得到和解，互咱得到上帝祝福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疼痛，你爱阮甲你建立好的关系，你也爱阮甲人建立好的关系，你也爱阮甲阮所生存宇宙万物来建立好的关系，互阮伫破裂的中间，伫罪的内底，通过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的赦免。互阮会当得到和解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愿不配人来到你的面前。你知阮伫逐日的生活有真侪操劳、烦恼甲重担。主啊，你的心意是好，你爱互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得到安息。主啊，你将安息放伫阮的内底，互阮会当得救在地归回安息。得到快乐，在地平静安稳的心。特别上帝，你祝福阮，你赐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每一届伫阮的灵修的中间，伫阮的礼拜内面，阮会当得到轻松，因为主你已经接纳阮一切的重担。主，阮感谢你，过一摆伫你面前领受你的话，你的信息。成做阮的帮赞甲祝福，伊也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工作会当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献上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